嘅情況大家當然知道，自從2019年之後，咁啊所謂種種嘅國際變局啊，香港面臨制裁，即係都唔係第一年嘅事啦。咁其實啱啱最新都有一個嘅，就係即係美國制裁咗一紮中港嘅企業，咁啊都係懷疑話幫伊朗運嘢嗰一類啦。咁其實 keep 住都有嘅，你要制裁 keep 住都可以有，諗 keep 住都會有中港公司係幫伊朗運嘢嘅。咁當然呢個係即係最低度嘅制裁啦，即係對於嗰個國家嚟講啊，唔係對於嗰間公司。對於嗰間公司嚟講，當然你收皮啦，你即係玩完啦。咁但係佢可以開過另一間公司噶嘛。但係對於一個地方嚟講，對於一個經濟體嚟講，去制裁你某一啲嘅企業，呢個係一個最低度嘅所謂攻擊啦，或者係一個嘅手段啦。咁啊比較高級啲、高度啲就係開始對人啊，對一啲嘅官員嘅一啲制裁咁樣。咁再嚴重啲嘅就係你話禁止佢成個國家去使用金融，即係美國嘅金融體系咁樣，咁啊已經係即係成個國家咁樣去針對㗎啦。咁啊最嚴重嘅，我相信即係喺地球上面被美國制裁得最嚴重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古巴。咁啊就係禁運啦，唔俾運嘢入去，即係你唔能夠賣嘢出嚟呢個基本啦。咁啊你唔能夠運嘢入去咧，呢一個即係一個即係生死存亡嘅一個要素嚟噶嘛。咁啊香港都係一個會被美國制裁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去睇世界上被制裁得最嚴重嘅地方、最嚴重嘅國家古巴，咁啊到底佢哋面臨嘅生活係點樣樣咧？隨住外圍環境越嚟越複雜，有啲科技服務甚至喺香港都冇辦法使用，但係透過 Surfshark VPN 就能夠突破地域限制，亦都可以觀賞到更加多精彩嘅海外影視劇集，令你唔會因為大環境而同世界潮流脫節啊！Surfshark 喺全球140個地區擁有超過4500台伺服器，令你可以隨時隨地都連接到海外地區。一個掣就可以突破封鎖，瀏覽海外網站唔再受限制。另外仲搭配 Alternative ID 嘅功能，能夠為你生成全新嘅網絡身份同埋電郵地址，令你喺註冊網絡服務嘅時候，亦都可以保護到自己嘅真實身份。而家即刻點擊資訊欄嘅連結 surfshark.com/之光，又或者使用我嘅專屬優惠碼之光，就可以額外獲得4個月嘅服務。而家即刻加入 Surfshark，一齊擁抱更廣闊嘅世界啦！其實大家有印象咧，年頭嘅時候咧，一路都話喂，古巴佢就嚟唔掂咯，古巴就係崩潰咯。咁特別就係塌咗呢個委內瑞拉嘅馬杜羅之後咧，咁啊唔會再有石油去運俾古巴嘅情況底下，咁啊到底佢哋幾時冧咧？咁樣咁，但係你發現8月都到咯，呢個國家仲喺度喎，咁啊諗住用石油去封鎖一個國家，咁啊到底而家係成唔成功咧？咁啊古巴喺呢半年以嚟咧，咁啊就做咗一個示範，到底面臨美國最極端、最極致嘅制裁底下，佢到底可以點樣去生存落去咧？咁樣咁啊，其中一個就係當然比較幫到手嘅就係中國啦。咁其中我睇緊咧就係呢一個紐約時報啊，佢哋做咗一篇嘅報導，就係好好奇啊，點解呢個古巴仲未冧咧？咁佢哋就特登去實地考察咗1個星期之後咧，就發現咧佢哋而家都做咗好多應變嘅工作嘅。咁其中咧就係將好多以往50年代嘅美國汽車咧，咁嗰啲全部都係啲最食油嘅舊嘅汽車嚟噶嘛。咁你成日話邊度最多 classic car 啊，邊度最多古董車去古巴揾啊咁樣，因為即係50年代之後，佢哋已經唔能夠再進口美國嘅汽車啦。咁所以就基本上就好多舊嘅食油嘅車啦。咁而家就變咗係啲咩咧？全部都係啲嘅中國嘅電動單車，嗰啲電動3輪車，佢唔係成架車入口。佢係入嗰啲，其實都基本上你可以當車咁用嘅嗰啲電動車啦、3輪車啦咁樣。咁唔用油啦，咁用咩鋰電池，成大嚿鋰電池喺度。咁再 keep 住咧即係你話有鋰電池，咁你要幫佢叉電噶嘛。咁但係其中一個問題係會停電噶嘛。咁點樣咧？裝太陽能板，而家古巴咧成為咗應該係全球運用太陽能係運用得最廣泛嘅國家，因為佢嘅石油係被禁運啦、被禁止入口之下咧，咁當然另外一啲嘅
能源嘅渠道就係天然氣啦。咁但係對於一般人嚟講，最簡單方便快捷喺停電期間去面對呢個問題就係首先我裝咗發動機。發動機你冇燃料倒入去嘅話，咁點啊？裝太陽能板。咁而家基本上咧就係喺嗰啲屋頂啊、車頂啊，其實都裝晒太陽能板嘅。咁而家喺古巴方面咧，大概每日嘅電力都係得幾個鐘頭嘅啫。咁所以就一般嚟講，原身以為就係好快玩完啦，即係每日你話靠幾個鐘頭電力去支撐嘅時候，咁但係一路以嚟，即係古巴都嘅50幾年，即係咁多年嚟50年代至今，即係一路被制裁，咁一路都係揾方法去維持呢個生命嘅。咁本身即係石油封鎖嘅呢個消息出現之後咧，咁開始 YouTube 上面古巴嘅 YouTube 上面都有啲乜嘢咧？就係學習如何去提煉一啲嘅自家製嘅汽油同埋柴油。咁呢條友咧就係即係叫喺自己屋苑嗰度嘗試去提煉一啲嘅汽油啦，搭建咗一個叫小型嘅煉油場。係啦，冇油咁點啊？自己煉油啦，咁至少就係點着自己架車係啦，或者屋企嗰啲嘅爐火咁樣。咁你唔使好靚啊，你點得着都得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佢哋大煉油係啦，冇大煉鋼咁而家大煉油啦，油緊要啲。咁而另外咧就好多嘢轉電啦，即係頭先講話汽油車咁轉晒呢一類型嘅3輪電動車啦。咁呢度睇唔到啦，咁但係佢即係嗰個報道描述就係佢哋全部都裝晒太陽能板嘅咁樣。咁就係靠呢一類型即係突車咁樣，你唔使好靚啦，你唔使揸特斯拉啊，你唔使揸呢個比亞迪啊，你突車都夠玩，最緊要喐到啊嘛。咁又 OK 喎，咁又撐到即係半年喎。咁見到佢咧，就算係嗰啲叫金運石油啦，咁都有啲黑市油嘅。咁黑市油嘅價格就每加侖升到去30美金。咁但係你見到個車路上面都係依然係好多車行駛嘅。咁基本上都係電動啦。咁大部分人自己嘅餐廳、自己嘅屋企咁都裝發電機。咁你要做生意啊嘛，你唔通真係唔做咩咁樣？咁你即係就照裝發電機、裝太陽能板咁樣。咁唔少嘅一啲醫院啊、療養院啊、公營機構大樓啊嗰啲都係用中國捐贈嘅太陽能電池板，就係靠呢一樣嘢去繼續運轉住嘅。咁但係世界盃期間都有得睇喎，即係都依然 keep 住係有世界盃睇。咁甚至乎咧有凍啤酒飲添。咁呢個記者都好嘆啊，去到古巴都即係有世界盃睇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呢個即係比較富裕少少啦。你話要買得到電池，要買得到太陽能板咁樣，咁一般嚟講都係比較富裕嘅古巴人。咁大部分人都係叫活喺一個成日會斷電啦，即係靠低度嘅電力去生活啦。咁再加上本身就係即係不斷通脹咁樣，咁個環境係十分之惡劣嘅。即係你話除咗禁運，咁你禁運之下，國內嘅嘢一定係通脹嘅，即係你所有嘢一定係全部貴晒嘅，即係所以呢啲都唔係叫一般人嚟講可以承受得到嘅一啲應變嘅措施。咁但係你都見佢哋哇，真係好辛苦地去極限地支撐，即係一般人嚟講，即係講真，對於平民永遠都係無辜嘅，即係呢個永遠都係你唔能夠去有本身應該有嘅生活，純粹就係因為一啲國家之間佢哋嘅矛盾咁。一般平民絕對係無辜嘅。咁但係點樣去支撐呢？個國家又唔會即係幫得到你啲咩啦？佢真係冇油，佢真係停電，咁佢可以幫得到你啲咩？咁就自救咯。咁我覺得呢種自救嘅精神而家香港係需要嘅，因為有唔同嘅自救嘅方式啦。嘗試去令到自己嘅生活係舒適一啲啦，點樣撐落去啦？係大家都係一種撐嚟嘅，即係嗰種撐係你撐得幾艱辛係啦，你可以撐到幾耐係你撐落去有冇意義係啦？呢個都好緊要，即係撐落去有冇意義咧？呢一樣嘢咁所以。
真係 weekend 講到咁痛苦，我覺得真係唔應該嘅。咁啊，所以就係啦，呢個古巴嘅一種參考，咁啊當然應該香港絕對唔會去到呢個地步嘅，係大家唔使擔心冇有用，因為絕對有呢個中國嘅背靠祖國嘅支撐，係啦，羅奇又係咁講，呢個反駁小組都係反駁隊嘅代表啊，黃偉倫都係咁講，都有祖國嘅支撐，咁至少有方面唔使驚啊，其他問題唔擔保啊，有方面唔使驚嘅，我覺得呢一樣嘢。咁但係之前大家都貴啦啲油，即係你冇衝擊就假嘅，咁啊市場浮動一定有嘅，咁但係你話完全斷油咁，我覺得香港就不至於嘅，係啦。咁啊，中國佢自己唔用都會運落嚟香港嘅，係啊，即係佢呢個金融中心都要喐㗎，佢自己都要走資融資嗰啲咁啊都要做㗎。咁所以香港就不至於會有一個重大，即係除非本身中國嗰個能源危機都好恐怖、好激烈啦。咁如果唔係就一般都冇乜太大。會去到咁樣嘅程度嘅，咁但係最近咧有一個消息出到嚟咧，就係都係進一步嘅融合嚟嘅，或者一種嘅參考啦。咁就話早前呢啲立法會議員咧去咗北京嗰度考察啊嘛，咁啊其中一個考察成果係啲乜嘢咧？就係佢考察咗北京市嘅12345呢一樣嘢。咩12345咧？就係北京市嘅市民熱線服務中心啊，簡單啲嚟講，即係我哋嘅1823啦。咁但係呢班議員咧就發現啊，哇！呢個12345勁好多喎，非常之值得香港借鏡。咁啊，更加咧喺呢個同特首嘅對談交流會嗰度向李家超咧極力推薦。哇！掂啊呢個12345正啊！我哋一定要咧去改善翻我哋本身嘅1823，咁啊要做啲咩啊？加 AI 係啦，基本上而家你 pitch 任何嘅 project 都係加 AI，一定要第一樣必須要講嘅加 AI，未加嘅就加，加咗嘅加多啲咁樣。咁啊，然後就係點樣？要透過呢個 AI 啦，咁啊就處理市民嘅投訴咁樣。咁啊本身因為1823你話牽涉到好多跨部門嘅工作啦，咁啊如果你話要統籌晒唔同嘅部門去改善或者叫回應呢啲市民嘅投訴嘅話，咁啊嗰個重責就落咗去邊度咧？就係 DO 身上同埋區議會嘅身上。我聽到都覺得冇用啊！一聽完落區議會身上真係唔使搞啦咁樣。咁啊嗱，本身中國嗰個12345，北京嗰個12345有幾勁咧？咁就係2019年開始咧，就係整合咗全線嘅熱線啊！即係你唔使再去揾消防局啊、勞工處啊、邊度啊各個部門嘅電話。咁啊，總之就打12345咁樣，其實1823都係咁，1823佢都係幫佢駁電話啫嘛，我唔係好明喎，佢都係你打去1823，你揾到部門，雖然佢有時亂咁揾嘅。因為我都聽翻有啲做政府嘅朋友講咧，佢話成日1823彈啲 case 過嚟咧，都係亂咁彈嘅，即係唔應該彈俾佢哋嘅，應該彈俾第二個部門嘅，咁就彈咗俾佢哋咁樣。咁係嗱，1823其實本身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嘅。咁啊，總之就呢個12345做咗啲咩啊？一個一站式平台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會主動治理，未訴先辦呢個。中心運用咗 AI，令到呢啲訴求咧解決率達到97% 啫喎！哇，呢個數字驚人喎，呢個 KPI 做得好好喎。我唔知係咪解決咗一啲提出問題嘅人啦，咁但係就係啦，數字上面就係97%啦。咁但係即係解決問題有唔同方法噶嘛？除咗解決問題就係解決提出問題嗰個人。嗱，我唔知中國嗰個做事方式係如何。咁總之咧。訴求解決率97%，非常之值得參考啊！咁所以咧，立法會就覺得啊，即係應該呢一種服務啊，以人民為中心嘅發展思想同埋執政理念咧，係能夠直接反映政府解決群眾叫急難愁盼嘅決心，係城市治理嘅楷模。哇！真係啲字眼已經相當之〜好有中國嘅特色啊，楷模係啦。咁啊，而家就希望透過呢一個1823啊，佢話即係大家對於1823有咩印象？我唔知啦，即係通常就係民生瑣事啦咁樣。咁啊，或者係
無聊嘢叫你打去1823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話，呢個1823我哋要將佢提升，係啦，要效法北京嘅12345咁樣，咁唔係一個單純嘅技術系統，而家要做到咧就係一站到底，話可以數據治理，咁啊希望成為一個其中一個完整嘅管理體系添，咁樣，咁啊要參考呢一樣嘢喎。咁啊，而家就係啦，1823就會可能有機會有一個提升啦。咁啊，不過都立法會提出嘅，咁我諗要啲時間去跟進，或者佢係咪真係有興趣搞呢一樣嘢？咁但係如果你話有興趣做呢一樣嘢嘅話，基本上就大家好多一啲嘅資料數據，咁會更加統合啦。喺呢一個嘅制度底下，你要辦理得咁順暢，之所以中國咁多呢一類型嘅平台服務係發展得咁先進，點解好多中國嘅 app 都係一隻搞掂？你即係裝一個 app 裡面有好多咩小程序啊、小工具啊，咁樣一隻 app 係搞掂晒，係佢攞咗你好多數據，咁你啲數據全部通晒，咁你全部俾晒同一間公司啊嘛，你由你嘅食飯買嘢，你借錢，跟住你貸款、旅行、買機票，全部同一個 app 嚟嘅，咁你。因為佢啲數據係互通晒啊嘛，即係所謂嗰種嘅點解會一站式服務啊、一站通啊，都係源於一個佢哋數據係會互通得好緊要嘅一個條件底下先至做到嘅。咁所以如果1823第時係咁樣，一定會有一個叫部門咁樣嘅叫數據互通嘅情況嘅。咁可能係好事，係啦，冇話唔好。咁啊，可能係好事，可能係好順暢。咁但係犧牲嘅就係私隱嘅問題啦，咁啊，不過呢個都大家冇份決定啊，係啊，所以講完就算噶啦，大家係冇一個可以提出到意見，或者你嘅意見係會足夠影響到佢改變啦，有時會足夠影響到嘅。你話垃圾徵費嗰啲，你即係所謂不能自理啊嘛，你不能夠繼續進行執行唔到啊嘛，咁嗰啲係佢嗰個強烈訴求係會聽到，但係一般，所以一般嚟講，就我哋都係做翻呢一個咩啊廢社係啦，我哋普通人，我哋做翻我哋嘅廢社。OK，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大家收睇，咁亦都好多謝大家課金支持啦。咁啊，包括咧就係有 Alpha。係啦，嚴肅心，我哋週末應該放低下。我今個週末去邊咧？我翻娘家，係啊，我翻呢一個屋企嗰邊，咁啊揾下屋企人，探下朋友咁樣，咁啊所以就翻娘家今個週末。咁另外咧就亦都好多謝 Vicky Chan，感謝你。咁啊仲有咧就係 David，十分之多謝晒。咁啊同樣亦都有咧係 Vincent Chong，多謝晒。哇！有咁開心啊！有泳兒音樂會睇咁啊，希望你 enjoy 啦。到時咁啊，仲有咧係 White Canton 咁啊，十分之多謝你啊！仲有去睇蜘蛛俠啊，非常之緊要啊！大家睇咗蜘蛛俠未？我揀咗 4DX 去睇，係咯，我冇揀佢係咪 IMAX 拍？我唔知佢係咪 IMAX 拍，但係我揀咗 4DX 去睇。有時嗰啲一啲動作片咧，即係蜘蛛俠呢類嗰啲咧 4DX 真係幾好睇啊！英國啲 4DX 都好勁，我唔知香港係咪都係咁樣，但係幾正喎！我上次睇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睇 4DX 超正，係啦。Moana 都應該睇 4DX 嘅，係啦，即係嗰啲動作咧，佢真係可以 match 到個熒幕咧，跟翻嗰張凳咧，咁係好正嘅。咁我覺得蜘蛛俠應該值得睇呢個 4DX 嘅，我希望好睇啦。咁啊，仲有呢個劇情本身應該都好睇嘅，但係大家會覺得 4DX 係比較擾亂嗰個觸覺，我唔能夠專心睇戲。係啊，KC 翻咗香港啦，我知道啊。所以我要而家再就時差時間比較麻煩。好啦，咁啊今日咧講完咁多先，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啦，亦都多謝頭先課金支持嘅朋友啦。咁啊，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周末，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